咱要开始以前，牧师有甲咱邀请一下吼。今仔日吼，咱两场无重复，所以有可能有第二场的兄弟嘛会来。所以吼，咱第一场的兄弟吼，大家做模范哦，对头前开始坐好无？上无第二排甲坐好满，好无？吼，大家鼓励一下，咱会招好的同工有哪免客气，甲邀请，尽量对头前来哦，吼，对第二排开始坐。Test 1、2、3，1、2、3。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今仔个和大家三角组织伫主的圣殿。无论你今仔日的心情如何，无论你是满有信心，也是心内忧闷低薄，咱的主永远牵着咱的手，陪咱行。诗篇安尼讲，恁着学了耶和华。既有喘气的，拢着学了伊。今仔日咱要用专心专意来敬拜上主，用咱的嘴，用咱的身躯，咱的心灵来献上上真的学了，伫主的面前。愿主的圣神今仔日大大充满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即时也邀请兄弟姊妹，咱边仔的人，招呼，同伊讲。真欢喜看到你，
真欢喜看到咱你。三甲来敬拜上主。感谢主过去一礼拜的看顾甲保守，这是咱安静咱的心，来教主三结连，求信心现在的运行伫咱的中间，甲咱三个地地。首先，咱献上咱的娱乐甲感谢，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今仔早起，阮甲三个组织，我们向你献上阮的感谢甲娱乐。求主你的恩膏，阮的灵，互阮会当专心听到你的话，信心来充满阮的心。主啊，感谢你赐生命互阮，感谢你保护阮的家庭、慷慨甲阮的身体。主啊，感谢你满满的恩典赐了互阮，更加感谢你互阮成做你的囝儿。主啊，献上阮一切感谢祈祷伫你的面前。安尼教阮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主，我们感谢你。牵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一条路，我搁爱行，我需要你来作伴。牵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有时我会惊，有时不知从怎行，有时间啊听袂到你的声。牵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互我的脚步犹稳犹踏。行到你的门前，听到你的声，甲我讲，你莫我的行。牵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互我的脚步犹稳犹踏。行到你的面前，听到你的声，甲我讲，你莫我的行。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为着咱家己的罪，甲上帝的关系，咱来祈祷。咱嘛相信为着身体病痛、心灵软弱、失丧亲人的尸体，咱嘛献上咱的祈祷，咱三家来祈祷。主啊，我们将阮家己全然交托伫你的身手，求你来引带阮。主啊，虽然阮的道路无常常伫顺境，啊，毋过阮伫逆境中，阮犹原要来学乐你。主啊，我嘛为着教会心灵软弱、身体病痛兄弟姊妹，阮嘛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来引带伊，你医治的华灵来临到因的心中。无论是身体病痛、心灵忧伤，主啊，你拢用你温柔的疼痛的手来带因离开这个困境，来到主你所应允的所在，互因得到安全。主啊，我们来感谢贺乐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甘心降服伫你的脚前。因为你的疼，去永远来归向你。阮常常来得罪你，主啊，求你除去阮肉体软弱，赦免阮的罪过，脱离一切无好的代志。
主啊，感谢你赏赐救主耶稣真做阮的祝福，真做阮万福的源头。主啊，求你用宝血来洗清阮，求圣神来更新阮，互阮恢复甲你中间破碎的关系，互阮常常寻着你、亲近你、跟对你。主必领恁医治的主啊，我们将身躯的病痛、心灵软弱、失丧亲人的肢体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求你医治的圣手领导因，医治因恢复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心灵软弱。求主，你赐了刚强的心智，伫因的心中有失丧亲人的，主啊，求你亲自来安慰因，你安慰的灵亲自临到因的心上，怜悯扶持因。主啊，来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奉靠主耶稣的名。上是咱为着教会54年的时间来推动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嘛为着台湾这个岛屿的平安顺时，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来祈祷。主啊，为着反复将教会献上咱的祈祷。主啊，为着来54年的种种的时间献上咱的祈祷。主啊，恳求你来引带阮种种的时间来推动，拢有信心你的同在，拢所做一切拢是为着荣耀主你的名来行。主啊，我们为着台湾这个岛屿献上咱的祈祷。主啊，台湾常常因为世界的局势的变化，阮常常遭受着种无共款的危险甲挑战。主啊，恳求你持续带领阮台湾这个岛屿、这个国家，行主你所应允的家人里地。主啊，我们献上阮一切的感谢。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互富强教会经过这个50年的稳定的年月，愿你的信心持续引带阮头前的脚步，互每一项54年的时间，拢会遵探你的旨意来行。主啊，求你帮助所有的团队、所有的同工，拢有合一的心志，共同来起造你的国度。主啊，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只有你是和平的君王。求你怜悯这个世界，平息所有的战争甲灾难。特别恳求你来看顾保守台湾这个岛屿，保守这个土地，让正百姓拢会当领受对你遐来的平安甲自由。主啊，要献上阮的感谢伫你面前。安尼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上次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咱嘛特别为着蔡牧师献上咱的祈祷，恳求圣神恩膏蔡牧师，互蔡牧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引带咱今仔日2场的礼拜，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引带阮今仔来敬拜你，主，我们献上来祈祷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引带阮今仔日2场礼拜，互所有的服侍同工拢满有你的恩膏，互所有的服侍同工拢会当伫服侍中来记了主你的荣光。主啊，上次我嘛为着蔡牧师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我们将蔡牧师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赐伊健康的身体，满满的体力，互伊对嘴里所讲出的信息是充满圣神的恩膏甲能力，互阮听的甲讲的拢一同被造就。主啊，也愿你主来高我你忠心的仆人蔡牧师，也互阮带着谦卑较无心来领受你要对阮讲的话。愿安尼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了你，当阮孤单烦恼时，甚至看无清头前的路时，你有缘牵着阮的手，无离开阮。是我的行，有时不知安怎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主，你是配着咱大声学乐的主，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三角伫座位中来起立，咱大声扬起双手来学乐上帝。去相处了你，相处了你，我要来大声了你，我要来相处了你，我要来大声了你。阿哥跳舞，我要大声了，跳舞唱会耶，拢要来了你。阿哥。大声学了咱上帝，也去双手来学了伊。我要来也去双手学了你，我要来大声学了你。我要来也去双手学了你，我要来大声学了你。我要来也去双手学了你，我要来大声学了你。相信我了你，我要来。
主，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用感谢祭祭献出你，在你的面前，我拢无挂虑，我们信心充满，喜乐甲平安。主，我们专心来学你。专心感谢，专心学真理的门，专心相赞，献上平安，是最准的过节。你来临，拢无挂虑，你都无满。专心感谢，记得无煞，恩望在地里，我要专心学乐，跳舞善用你名，以你的意志力，行过你世间真理，我要专心学乐，永远学乐，都要学乐，我要大声学乐，你的无错。哈利路亚！是感谢，专心学乐真理的门，专心相赞，献上平安，是最准的过节。你来临，拢无挂虑，你都无满。专心感谢，记得无煞，恩望在地里，我要专心学乐，跳舞善用你名，以你的意志力，行过你世间真理，我要专心学乐，永远学乐，都要学乐，我要大声学乐，你的无错。我要专心学乐，跳舞善用你名，以你的意志力，行过你世间真理，我要专心学乐，永远学乐，都要学乐，我要学乐，你的无错。我们专心学乐。我要专心学乐，跳舞善用你名，以你的意志力，行过你世间真理，我要专心学乐，永远学乐，都要学乐，我要大声学乐，你的无错。我要大声学乐，你的无错。我要大声学乐，你的无错。哈利路亚！我们学乐你大声用无错。这是咱啊唱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现在，现在，现在，全年大主宰，咱的救国这小路上做什么？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开开，我路上的基准机关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姓拢敬拜，免有感恩这眼红献的不自情，千千万万天君，明了了敬尊，这下感谢耶万上的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的大主宰，万民大声一起乐乐上的主宾。现在，现在，现
现在，现在，现在，全能大主宰，阮的主，阮的上帝，你创造宇宙万物，你赏赐生命，互阮众人类。主，你赏赐一切好物，互阮通伫即个地面上来享受你所有的创造。这是上帝恩典、疼痛甲保守。阮才会受恩受敬的百姓，这是阮的福分，通到伫主你面前，同心吟诗而乐，同心敬拜，领受你一切所有的恩典。主啊，我要用较无的心到主你面前，愿你的圣神亲自伫阮中间，互阮用感恩的心，来看见上帝安怎祝福、保守、引带伫阮富强教会49年久。主啊，阮当摒空阮的心，拍开阮的心门，仰望较无的时，你就要对阮来讲话，你就要对阮来启示，你就要引带阮行头前恩典的道路。主啊，愿阮今日伫你面前的敬拜，你亲自来应允，亲自来监纳甲保守，也互阮今日特别通过蔡正道牧师伫阮中间来分享，来勉励主你的话。互阮众人拢平平得到帮赞，得到激励甲祝福。但阮也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开声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这是按做位来启文第8篇，诗篇23篇。这是由我来启会众来译。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清水的草坡，伊互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之外，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这是按这位阿堂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今日透早带阮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愿做伙来敬拜，做伙来学了主，只是求你的信任甲阮斗阵，也求你安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做伙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你丰盛的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是有怜悯、有疼心的全能爸上帝，来到你面前的人是满有福气。感谢你，伫阮拄着困难的时阵。加做阮的瓦克，帮助阮会当伫困难中徛起。嘛，感谢你的看顾，富强教会伫筹备57年的时间过程，将会友有合一的心，用行动来回应主你对富强教会满满的恩典。啊，毋过，阮知影，阮犹原爱学习顺服，学习谦卑，学习主你美好疼人的精神。继续为心奉献伫福音的时光。今日除了是总会文字传道奉献主义以外，我嘛特别为着今日蔡进德牧师2堂的讲道献上祈祷。感谢主，连续3天的陪灵做聚会，富强教会所有的会友，领受主你透过蔡牧师所带来的信息甲教导，我咱拢会当重新来思考。安怎用主你对世间人的疼，还每一个会友
活出有影响力的生命。透过培灵会，我们来学习圣灵的带领，来委身投入教会福音的事工。阮学习将眼光放伫主你的身上，努力成做一位受主你祝福的门徒，成做一位基督的勇士，努力来达成富强教会伫台湾这个土地徛立的重要的使命。主啊，伫遮我嘛求你来坚固阮的信心，阮会当勇敢向前行。无论世界安怎变化，阮坚持为主做光甲盐，伫即个影响人的福音传到落仔济需要的人的身躯。最后，感谢主收赐阮每一人教业的福分甲稳定，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你欢喜的道路。这是一条有五望甲平安的道路，互伊加做阮一世人上重要的帮衬甲瓦靠。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主求你庇平安，主求你庇平安，主求你庇平安。这是来讲述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有一日下晡是3點祈禱的時間，彼得甲約翰上聖殿，有一個出世骹石擺的人，逐日互人扛來下佇聖殿迄個叫做水門的門口，通對入聖殿的人求去。伊一個看到彼得甲約翰入去聖殿，就叫伊寫示。彼得甲約翰注目甲伊看，彼得對伊講：看我。伊就自信看因，看會當對因得到啥物。彼得對伊講：今文我攏無，我將我所有的予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名命令你起來行。然後彼得牽伊的正手，甲伊扶起來，伊的骹甲骹目隨時有力，就跳起來徛地，佮行，甲因做伙進入聖殿。哪行哪跳，哪學了上帝。眾人看到伊哪行哪上讚上帝，就認得伊是平常坐佇水門的門口咧求乞迄個人，就對佇伊身上所發生的代志感覺真奇怪，就驚。接續獻詩由聖歌隊來獻詩，因獻的是咱佇基督裡。迄是所講道會由蔡進德牧師來講道，伊講道的題目是經歷上帝的大能第一講。
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通过圣歌队带咱来敬拜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真欢喜吼，我看见足侪兄弟拢第一场就来吼，感觉讲足少咯。今仔日咱特别安排邀请咱正任蔡正道牧师来到咱中间，要将主的话来勉励咱。蔡牧师算讲是回娘家啦吼。我感觉咱富强教会非常好的传统吼。我是蔡牧师的正任，即嘛是蔡牧师是我的正任安尼吼。咱有一个好传统，就是讲，伫咱教会咧特别的大的周年的时阵嘿，我嘛捌受邀请，会记咧20年前吼，嘛捌倒来咱教会，用正任的牧者倒来娘家的身份，等于甲咱做伙领受祝福，做伙勉励，差不多有1-2摆吼。我当时伫高雄的时阵，所以咱今仔日邀请蔡牧师倒来咱中间，检测有诶较新的会友毋捌蔡牧师啦吼，真侪老会友真少年，甲蔡牧师伫当时咱教会伫转型、伫进展，特别伫建堂的时阵，迄种真水真水的脚热，所以咱真欢喜有蔡牧师倒来咱中间，其实嘛是有亲像咧正式宣告，咱要50禧年吼。正式启动咱一步一步，要招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有份来圣效上帝恩典一点一滴，也三甲互相来鼓励，要安怎来迎接主所赏赐50禧年的礼物，咱用上水的来奉献给上帝。所以下面的时间咱咧请蔡牧师来勉励咱，伊的主题叫做经历上帝的大能，咱用一个普话声欢迎来蔡牧师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而且搁一遍甲大家做伙分享上帝话。今仔日我嘛是有一个任务，就是代表公报社甲大家请安礼。今仔是咱教会的文理事工主日。公报社长期以来得到大家的支持甲帮赞，才咱推动真侪咱手中摕遮个刊物咱看咱的周报内底有业更新也嘛有平常时咱会用伊的时间讲读经咧推动这个事工的过程中间，就是需要大家来支持、来关心所以我代表公报社大家感谢。另外搁一遍会当有这个机会，伫小会好意的邀请下面，会当甲大家做伙分享上帝话，这是我上介大的一个荣耀。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是充满快乐，互圣经的作者用文字记载落来，阮会当通过圣经上帝话，伫生活中间得到激励甲帮助。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只是要静静听候你，通过今仔日的圣经的信息来帮助阮思考你的心意。求主修饰阮有智慧，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照安尼去行来领受福气。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毋知大家敢有经历过上帝的大权能？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经历上帝的大权能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欢喜的一件事。虽然咱无一定爱经历真大的事，但是咱生活中间拢有机会去体验到上帝的大权能。只要咱有敬虔的心，用正确的方式
去看上帝甲咱中间的关系，咱每时每刻拢会当经历上帝的大关联。我今日要通过咱所读的经文，甲大家做伙分享一个圣经中间所记载的神律，做伙来思考，咱要安怎去经历上帝大关联，以及经历上帝大关联了后，咱应该安怎去回应？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一个自细汉就摆骹的人，伊被医治的一个神律的故事。当伊得到医治了后，伊为着伊所领受的恩典来欢喜，来学了耶稣。这个故事带予咱一个真深的反省。咱伫咱的生涯中间，我感觉拄过圣经中咱所记载这个大关联的耶稣基督，我敢捌经历过伊的关联。什么时阵，咱嘛会当亲像圣经中间所记载彼得甲约翰同款，会当确信耶稣基督性命的权柄，会当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帮助需要的人。咱先来看这个记载。这记载一开始，是彼得甲约翰做伙去圣殿要祈祷。犹太人一天是对早起是6点开始，到暗时6点来算的。所以敬虔的犹太人有3个真重要的祈祷的时间：早起是9点，中昼时甲下晡3点。虽然因承认讲任何所在拢会当祈祷，但是因嘛感觉讲，伫圣殿的院内底祈祷是对因来讲更加好。所以咱看见着彼得甲约翰，虽然因已经信耶稣，因嘛是甲过去同款，知影祈祷有关联，因嘛望甲过去同款，去甲圣殿的院内底去祈祷。伫东方圣殿的门口是一个真重要的地点，这是乞者上爱去的所在，因为这个所在是因认为上介好的位置。因为当时的人去敬拜上帝的时阵，当时因会对因的同胞更加慷慨，所以因伫遐会当讨到一寡帮衬。故事中间这个乞者，伊就是坐伫这个圣殿的一个叫做水的门的外面。圣经中间讲，伊逐工拢互人押到这个所在来，因为若无安尼，当时做乞者来，当时若摆骹有破相的人，差不多无法度生活。因只会当用这讨钱的方式，求别人怜悯因。所以可能有一寡人帮助伊，将伊逐工拢来押到这个圣殿水的门的门口口，互伊伫遐当求讨，嘛会当得到一寡帮助。这个时阵，彼得甲约翰，因嘛来到圣殿要祈祷。这时阵，这乞者看到彼得甲约翰要行入去圣殿，伊照常就是对这两人，安尼用迄个刻薄的眼光讲，看你敢会当互我一款物件。彼得这个时阵嘛注意到这个人，伊就对伊讲：“你看阮，你看阮。”所以伊就自行去看彼得甲约翰。望会当得到一寡物件的帮助，但是彼得却对伊讲一句：“讲金甲银我拢无。”我想这乞者若听到这个时阵心就冷一半。我就是要来讨钱的，你讲金甲银你拢无，但是后一句却带来真大的愿望。伊讲：“但是我要互你我所有的。”然后彼得就。我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命令，
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这去遮可能无想到讲，竟然这个人会安尼来祝福伊。就伫比着即个宣告式的祈祷下面，比着佮进一步伸伊的手来扶伊起来。因为即个时阵，伊可能抑个毋知伊完全比伊好，所以无动作，所以比着就伸伊的手来扶伊起来。因为即个行动，即个摆骹的人，伊的骹骨开始有溃烂。这时阵，伊就感觉伊心内有一个真大的改变，所以伊就跳起来，徛直，开始行路。然后，搁一遍对因入去即个圣殿内底，而且一边行一边跳，一边学了上帝。咱来理解啊，一个破相的人，根据当时的律法是无法度入去圣殿的。所以咱即自细汉就摆骹的人，这是伊第一遍的经验。伊过去拢伫迄个圣殿的门口口，伫遐看逐个人拢入去圣殿，入去圣殿。伊可能伊嘛真卡无讲啊，我嘛会当入去圣殿，但是律法规定就是袂使。但是这是伊第一遍入去圣殿，所以伊安那一边行一边跳，一边学了上帝，互众人拢看见。众人一看见讲，啊，这就是平素倒伫迄个水的门外口咧人讨钱的迄个记者，伊竟然好啊，而且入来，搁伫遐咧学了上帝，所以众人看到即件代志拢大公影，安尼学了嘛对伊感觉感谢主。啊，所以咱今仔日要对即个圣经即个故事来看见着。彼得、约翰甲即个人，因共同经历着上帝大权能。那么理解为什么伊会经历上帝大权能，以及伊经历上帝大权能了，伊所做的回应。啊，咱要分2段的礼拜，分6个主题。哦，这6个主题分别是祈祷、听心、分享、行动、改变甲见证。咱首先先来看第一项，经历上帝大权能，就是一个敬虔的祈祷。首先，咱来明白这个新约发生的时刻，是一个祈祷的时刻。就伫祈祷的时刻，2名要去祈祷的人，因用祈祷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经历这个新约。所以，咱来明白，经历上帝大权能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爱祈祷。因为伫上界黑暗的时刻，就是咱迫切祈祷的时刻。大家拢知影，我2冬外前、3冬前的时阵破病。一开始迄个时阵，我受邀请。头去是受邀请去美国，做参与一个北美教育会的研习，伫遐分享伫疫情中间，教会安怎去面对这疫情的代志。我拢总有20日的旅程，要甲牧师娘真欢喜的出国，然后阮去加拿大拜访一个亲戚。伫迄个时阵加拿大的天气较冷，我过去拢毋捌有这个状况，就是讲，小可有唱片的时，就是有天气有火，有迄个火势，我无感觉奇怪，讲感觉可能是天气上打湿，较寒，等下到台湾的时阵，发觉讲，改成唱片嘛是继续有火势，迄个时阵我有一天我就感觉我这阿妈棍怪怪，伫遐摸改成有一粒，无偌大粒啊，足细粒，差不多大拇指遮尔大的一粒，伫遐摸。这个时阵就有一个人出来救我，就是阮牧师娘，已经救我几若遍啦
伊话讲，你上好吼，咱教会双年教会有真侪医生嘛吼，你着叫伊望看觅吼，反正也无啥物问题我迄阵是想讲无啥物货吼，但是我迄阵有一个有感嘛，因为我的老爸就是迄个鼻癌过身的。我会记我出细汉，我9岁时阵伊就过身啊。我出细汉时阵，我就看阮爸爸，伊一直咧望即个所在，印象中敢会讲，鼻癌才会肿起来，所以我就有来赶紧找医生望，第一个医生望伊就讲无搁等伊较大粒的看觅我就毋相信，搁找第二个医生第二个医生是肿瘤科的伊一望我看伊的表情，安尼怪怪，伊就讲安尼，迄天礼拜我互伊望了，伊就讲安尼，我帮你安排拜你，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咱做一个切片看觅我拜你就去切片我其实我拢无啥物感觉啦，无啥物惊吓，嘛袂艰苦结果拜四的时阵，迄医生就拍电话来我讲，检验出来无好的物件，叫我拜一，佮过一个拜一，爱去病院住院治疗，所以我就开始治疗因为迄个时阵为着要赶即个过年前，迄阵是12月要赶旧个过年前因为过年前病院休困所以我就做一连串的治疗2个月的治疗。治疗的时阵我是袂感觉安怎，但是治疗结束迄一天开始的副作用开始产生我应该捌甲中间一寡人分享过，就是规个喙拢破去无法度食物件所以就是过年迄段时间逐个拢食青草的我足艰苦的拢无法度食啦食啥物连吞水都会疼无法度迄个时阵差不多1个月35公斤啦所以即摆有苗条的身材然后医生看安尼袂使就是迄个体力拢规个拢袂使迄个时阵我对迄个双年教会行去到对面的马街病院爱歇3遍，爱歇困爱歇3遍，我惊袂去啦到尾伊就讲爱住院无需要照顾我迄阵疫情时间病院袂当探访所以无需要陪我我迄个时阵心肝实在是真有真复杂的心情啦我迄阵足烦恼的，我讲我即马破病破遐尼严重，未来要安怎？虽然圣经咱讲圣经咱讲爱常常喜乐，不住祈祷，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底恁定的旨意。我读这段经文我讲，我心肝咧想讲，哎哟，我即马破病破遐尼严重，未来要安怎？到底要安怎喜乐起来？迄个时阵无顺娘嘛，安慰讲，你爱坚强起来啦，因为咱迄富强教会魏鹏医生甲你相共，有若破共款的病，人嘛拢足坚强的我讲人魏鹏拢带新妇啊，嘿，我2个囡仔安尼，一个影嘛无你看我未来是要安怎？所以足悲观的这到底要安怎喜乐起来到底是要安怎喜乐起来？到尾我就想到，过去我捌听过双年教会一个牧师的讲法，
伊讲双林教会有一个姊妹吼，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吼，头起嘛无法度理解，迄个姊妹嘛拄着真困难的代志，吼，啊，免常常喜乐，吼，免常常喜乐。啊，伊讲伊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吼，突然有一个声来讲，这段经文爱倒边过来读，伊讲爱倒边过来读。爱凡事谢恩，然后不住祈祷，你就会常常喜乐。我迄个阵较体验着讲，真正爱倒面过来读。我讲我即摆拄着即款的代志，我到底要安怎喜乐？我着想真济爱感谢，爱感谢，要安怎感谢？我着想真济感谢的理由。到尾想想，我真正讲啊，我真正有来做好运的。第一，我是台湾人，因为台湾的医疗遐尼好，我若活念伫别位吼，可能已经做凄惨的，吼，所以我台湾人感谢主。第二，我即个病还阁有通医，吼，虽然爱经过一寡过程，但是至少还会当医，吼。也袂马上去，就是性命的消息，吼。啊，第三，我阁有阮无孙会当挖课，吼，伊逐工老我灌迄个鼻胃管安尼老灌，吼，一工安尼灌600，吼。啊，因为我是来做艰苦的，所以讲一工来个灌8点钟，吼，啊，一工爱开3点钟去灌迄个物件，爱互安尼补，吼，至少也会当。存活落来，哦，所以我感谢主，娶到一个好某，吼，啊，所以吼，先感谢了，然后我嘛知影，迄个时阵，双林教会甲富强教会有真侪人咧替我祈祷，我家己有哪爱祈祷，所以不住祈祷，大家共同来祈祷，吼，啊，所以这个时阵。迄个喜乐的心就伫我的心肝内底产生，啊，所以后来就一步一步，一工一工，哪来哪好势。头起食米吼，会当食，但是啊，无迄个味觉啦，吼，失去味觉吼。所以物件拢咧食。我来无顺着讲吼，这物件拢足歹食，咱拢咧食迄个纸箱仔的，吼。啊，无顺着讲，啊，你是捌食过纸箱仔哦？吼。啊，反正就是我讲吼，足歹食的啦，吼。啊，但是应该是过半冬还是七八个月了，开始对迄个咸吼，咸的物件有感觉吼，食一点仔咸的，非常咸，吼。啊，开始的味觉的恢复啊，吼。啊，一步一步就哪来哪好，啊，所以这互我去体验着吼，大家共同祈祷所产生迄个力量，会当经历上帝的大权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你若要经历上帝的大权量，咱就爱透过祈祷甲上帝不断的沟通，了解上帝的心意。你就当了解上帝有安尼啊疼你，伊会当互你的生命中间去经历伊迄款极大的问题。这是第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第二项，咱看起着，这个新约的产生，是因为彼得甲约翰对伊的疼心。彼得甲约翰，伊其实原本对甲这个人一点仔关系嘛无。逐工有遐尼侪人经过圣殿去祈祷，经过水的门去祈祷，可能真侪人看伊，有人互伊一寡施舍，但是无人会当想讲我到底安怎去帮助伊。但是彼得甲约翰注意到伊，而且对伊有了怜悯的心。所以这互咱两项提醒。第一项就是。咱要经历上帝大权量，爱对四周围的
所发生的代志，咱爱有敏感。啊，然后咱对需要的人，爱有迄个怜悯的心，爱有迄个疼心啊。咱才会当才有即个心理的产生啊，才会当经历上帝的大权力。我甲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阮一家搬去双连教会的时阵，双连教会是一个组织真完善的一间教会，所以真侪服侍拢有人咧做，阮迄阵就咧想讲，阮嘛即个囡仔嘛是爱有一寡会当投入的服侍，即个时阵牧师娘就看到一件代志，迄个时阵抑阁无人做。是讲，双连教会有足侪迄个盲朋友，就是目睭无方便看袂到的人，因拢会来双连教会礼拜，因若去双连教会礼拜的时阵，你会看到有一区叫做盲朋友区，我会记有一遍龙谦长老甲我分享讲，伊去双连教会去坐伫遐，坐伫盲朋友区。我四周围拢是盲朋友，有一个叫做盲朋友咧坐的所在。双连教会周报嘛有点2个点2个周报，对盲朋友真友善。但是迄个时阵佫有一件代志无人做，就是盲朋友因拢会坐迄个，就是讲因会叫车来教会爱落车了爱。有人牵因去你楼顶，坐电梯啦，去楼顶，然后佮有人牵因去坐伫伊的座位顶面，即件代志拢无人做。当时阵都有看到的人来协助一下，无迄个系统性的人咧帮咱，牧师娘看到安尼，伊就鼓励牧师，牧师，你看到这盲朋友，咱来想看安怎来帮忙。牧师就讲，无安尼，我就礼拜较早来，听话遮盲朋友落车的时阵，就来牵因去坐电梯，然后也是讲牵因去座位顶面会当坐的，帮因摕这周报，互因会当顺利来礼拜，头起然后若礼拜煞，就来牵去坐电梯，落去，佮来牵去。因要坐车，还是讲牵因去坐公车头去牧师嘛是真欢喜的爱参与那其实牧师当去台北也毋知影路啦有时牵盲朋友讲盲朋友来讲你带我去倒位佮牵毋着啦，盲朋友佮来讲你牵安尼个无写着因为爱对另外迄边但是就是开始就安尼做到尾牧师娘搁另外一个长老参详讲，无一定咱来做一寡即马礼拜日无咧服侍，即较青年社青的朋友做伙来做一件代志到尾因就组成一个叫做心手相连心手相连的一个服侍团队这个团队就已经组成来帮咱这盲朋友，你看盲朋友咧落车的时阵，就有人起来帮忙，去你到楼顶的时阵，就有人来牵去礼拜，到尾这个团队服侍就形成，你看安尼祝福真侪盲朋友，祝福真侪人，嘛互这个少年人伊有机会去服侍别人。所以伊嘛共同去经历着上帝的大权力，所以我感觉这真重要。真侪新历的发生拢是因为咱对四周围所发生的这代志有敏感的心，然后对需要的人，咱有怜悯的心，所以对人的疼心，这是非常重要。对人的疼心，互咱有迄个机会，请做别人的祝福。嘛会当经历上帝大权力。接煞就是即段我要甲大家讲的上尾一点。
就是你要经历上帝大权能，咱要有迄个分享的热情。咱理解看，即个信仰之所以产生的第三个理由，就是讲，迄个分享的热情。彼得甲约翰因经历上帝大权能，因亲眼看见着国外的基督，而且因伫五旬节的时阵去体验着迄个圣神降临的美妙甲权能，因着将伊分享出来。咱来注意，即边的分享的行动，毋单单是即个摆卡去经历着上帝大权能。彼得甲约翰嘛相款搁一遍去经历着上帝大权能，所以即个权能毋是简单即个摆卡的人去经历着。彼得甲约翰嘛搁一遍见证，去体验着主的权能，甚至当时阵入去圣殿的人，大家共同去见证即个上帝大权能。咱来理解，彼得对伊讲：金甲银我拢无，我只有将我所有的互你。照你讲，人要去圣殿吼，最少拢会带钱去，因为圣殿一定爱奉献嘛，但是我相信彼得可能有一寡钱，但是伊真清楚明白，即个拜卡的上界需要的毋是金钱，是耶稣。所以伊甲因分享对耶稣来遐个能力，分享是经验上帝大权能的一种方式，毋是干那被分享的人会当感受到，分享的人嘛会当感受到。而且咱来注意，彼得甲因分享的是迄个上界重要、上界宝贵、上界有价值的，就是互人得到救的福音。这就是咱要学习的。咱若有机会，咱就爱对人传讲福音。我会记我有一遍，伫富强教会的时阵吼，我有一遍受总会车派去参加迄个一个世界传道会伫马来西亚所举行的一个演习会。阮一车拢是基督徒，咱在马来西亚吼，那马来人无法度做，因生落来就是回教徒，要改信足困难的，那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较有可能才做基督徒，比较较有可能，但是嘛是真困难，但是阮一车拢是牧师。拢是传道者，坐游览车，迄个导游应该是一个华人啦，伊甲阮解说阮整个的路程，然后中间就有一个牧师来问讲，你敢捌耶稣？你敢有信耶稣？伊讲无呢，我无信耶稣。迄个牧师看见就讲。规车尔，即个无信耶稣尔，就开始大家一句我一句，你一句就来讲我信耶稣偌好诶，大家伫伊面头前做见证大家就一直来鼓舞伊嘛是真趣味啦，就听阮伫遐咧讲我发觉讲当时阵去诶牧师有诶真爱做积极诶把握机会反正伊甲阮做伙坐车，伊也袂当跳车啦来传福音嘛，甲伊分享，我毋知即个旅程结束了后，即个人敢有可能信耶稣，我毋知。但是证据已经压出来啊！如果若上帝做工，即个人将来可能有机会车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时咱想讲，咱做一件事，可能无啥物款的影响。就咱对人讲一个见证，分享耶稣基督的代志，可能嘛无一定产生啥物效果。但是咱若有亚即个证据，咱就毋知影要修成。今日是文理事工纪念主日，我甲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见证。我伫几当前有机会受到邀请吼，一个杂志叫做《新书家》杂志。因伫每一档吼，因拢会做一件代志，就是因伫圣诞节的时阵会做一个圣诞的特刊吼。啊，这圣诞特刊吼，主要就是要寄去家角，或者的受刑者吼，因会当有机会吼，来看到即个福音的信息。吼，因邀请我写一个，因可能中间因有一个编辑吼，捌听过我讲的一个见证吼，讲牧师你来这个见证写落来吼，我就写即个见证，我就想讲，这应该是无啥物作用啦，吼。我想到吼，过无偌久了，迄个新书家杂志的社长吼，伊寄一张批互我，吼，伊寄一张批互我，即张批伫遮吼，我大家毋知可能看无啥。看袂清楚伊的字啦吼，我特别拿伊的名来查开吼。即张顶面写的字就是讲吼，伊个先伫家家内底，因为咧做伙传即个新书家杂志的即个刊物吼。中间有一篇文章，伊看了足感动的。迄篇文章吼，伊讲伊看了，我无啥会完全会记住，但是伊个先写着即个代志。我一看就知影，迄是。我写的迄篇见证，吼，然后伊就讲看新书家杂志，甲要搁加送伊一本，伊想要好读，吼，这新书家杂志的社长老讲，你看你写一篇见证吼，有去影响一个人，我心中就足感动啊，吼，只是简单啦，迄文字写落来，都有一个人会当。看见着即个见证了，会当坚定伊的信心。伊阁是一个受刑者，吼，所以我心中有一个足大的感触，就是讲，咱若愿意做这个代志，别人就会受影响。所以文艺事工嘛是非常重要。既然咱是教会公报社的纪念主日，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公报社的文理事工，也互真侪人会当因为看到这见证，看到这真美好的分享，互因的生命得到改变。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互我明白，要经历你的大权能。需要通过不住的祈祷，对别人的关怀疼心，以及阮愿意分享的热情，求主你允台湾，阮有即款的气力，透过阮本身去帮助别人、祝福别人，也同时去经历主你极大的恩典。是阮的主啊，求你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真多谢蔡牧师用主的话来勉励提醒咱，也用见证来见证圣经所讲的话。咱今仔日是文字事工主日。也要邀请咱大家做伙为着教会公报社所做的文字事工来奉献甲祈祷。咱要来先来吟回应诗，然后咱做一个祈祷。咱三个来吟195首。我的心是土地。首诗歌咱若献圣诗，咱知影讲，就是咱的蔡牧师伊所写的，是牧师娘伊谱曲的，所以咱唱应该搁较有滋味啦吼。咱坐咧吟。甲这个话词放伫咱的心，诚做咱另外一种的学习。咱大家来吟首诗，我的心是土地。
我的心是土地，爱情了你的话，我是温困栽培，就要继续做做。你的话是情志，伫我心并不移。我若相信我罪，就要继续累累。主的道是真理，要中大的心里，是上面的价值，行踏主之意。我的心是土地，愿主伫咱的心种落迄个画命的种子，想事才会真理，互咱会当成长结实。下面咱要做一个公祷，牧师招咱为着即几项来祈祷。第一，咱通过蔡牧师伊所分享第一段，才会经历上帝大能的即个道理，咱来回应主公主啊，帮赞，互我会当伫经历上帝大能，就是用敬虔的祈祷，对人的疼心，也有大能分享的热情，互咱伫教会、伫家庭、伫咱的社区、咱的朋友、同事中间，伫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所接触的社区，咱做即个回应上帝、经历上帝大能即款的福音的行动。第二，咱为特别迎接50禧年，求主互咱大家同心合齐，欢喜回应主的呼召，伫各层面成做主的同工，互咱50禧年毋是只干那一个庆祝、一个闹热、一个欢喜那定，是要用行动、用传福音、用起造上帝的圣会，咱家己的信仰，成做一个更较坚强信心的人，来回应主的呼召。第三，咱拄则有听见蔡牧师的见证，咱是在心内感谢主的听。虽然蔡牧师伊有拄着病痛，总是上帝互伊经历到迄个奇妙的医治，所以咱特别为着蔡牧师牧师娘来祈祷，求上帝更较大的气力、健康赏赐互伊，互伊通伫上帝所呼召伊的岗位，因为主互伊的迄个奇妙的经历，通造就起造来传较侪主的真理伫因的身上。咱嘛感觉心内真欢喜，就是讲蔡牧师甲牧师娘因去到伫少年教会服侍，这有上帝奇妙的引带。咱福阳教会虽然历史较短，教室规模嘛短嘛小，总是通过蔡牧师的分享，咱甲主祈祷，互咱嘛会当学习，亲像蔡牧师所牧养少年教会，是一个安尼有分享的教会，来听别人的教会，成做一个造就侪侪的人啊，分享侪侪资源来关心别人的教会。兄弟姊妹，照咱的感动，咱伫音乐的中间，咱无论开声还是细声，咱为着这个事三角来祈祷。主很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听同时有赐和保守。感谢你的听恩典伫阮中间，愿你的平安甲阮伫地。主啊，感谢你，互阮通回应主你的呼召，就是行上帝你奇妙的恩典，经历上帝你的大权能，是因为阮
欢喜回应主你的呼召。主啊，帮助阮用敬虔的祈祷，用对人的疼心，用大量的分享来看见上帝你安怎奇妙做工伫阮的身上。主啊，阮要迎接50禧年，求上帝你驾灵亲自看顾甲扶持，人民甲平安，享受快乐伫阮身上。互阮熬为主做见证，熬兴起上帝你的国的福音，互阮伫主你享受的岗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阮为着蔡牧师来祈祷，求上帝大灵亲自甲伊同在，享受伊健康的身体，享受伊对你来医治，享受你，互伊伫教会服侍，哪有主你的恩膏伫的身上，互阮学习这个双年教会因这个美好的脚脚，互阮对因的脚步，互阮来好好来学习，来行做上帝你所欢喜、所祝福的教会。感谢你的听堂伫阮中间，感谢你恩待伫阮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是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通过你尽忠的奴仆蔡牧师，用主你的话来提醒、来勉励阮。主啊，你的大能伫逐位要来发起，总是有侪你所听的百姓爱回应、爱军队、爱照你的脚步来行。主啊，阮通过圣经的话提醒阮。学习彼得、约翰因安怎敬虔的祈祷，对人的疼心以及热情的分享。主啊，阮也要学习，你伫阮中间，伫阮兄弟姊妹中间所示落这美好的疼。阮逐人也有无同款的经历，有无同款上帝你所差派。阮的任务甲调明，主啊，帮助阮学习这款服侍你的心，伫阮的生活的岗位为主来做见证。主，阮感谢你，互阮通过这个培灵会，搁一遍的唤起阮兄弟姊妹，大家同心合意，要迎接50禧年主你所爱阮做的工。主帮助阮，毋只敢若是单纯简单。的热烈庆祝，是阮对主领受到更较大的呼召调明。阮要用更较好的礼物奉献予主，阮要有更较好属灵的造就、信仰的栽培、敬虔的操练。阮要有热心传福音，起造主你的圣国，招做一人经历到主你的疼，这款的心志。主，阮感谢你，通过蔡牧师、牧师娘来伫阮中间，互阮去感受到过去这个年日，主你安怎疼惜阮的教会。阮特别求你施落你的恩典、医治甲保守伫蔡牧师的身上。互伊虽然有拄着肉体的病痛，总是主你伫伊身上，佮种了更较大恩典的记号。主啊，帮助你享受伊更较勇健身体。通为主做更较好的工，因为上帝你伫伊身上有更较大美好的旨意，求你保守互因伫少年教会的服侍，大大来兴起主你的圣会，互长老教会有一个美好的这个模范甲标杆，真侪正教会学习，特别互阮富强教会也会当军队这个少年教会因侪疼的行动。祝福侪教会这款美好的脚脚，拜上帝，感谢你，互阮领受这款美好对主你来的这个话的鼓励，也愿你保守阮。小等下，阁有第2场线接的勉励，求你也互阮无受阻挡，大家做伙阁来领受这款美好上帝你的话的提醒甲教导。阮伫你面前献上满怀感谢，也要将公报社。这个文字组织交托主，求你赏赐，或者是同工，互因有美好的这个上帝来智慧助力互伊的恩赐，通将文字事工来发展，更加开阔，互侪人来通过文字来看见上帝你的恩典，领受上帝你的祝福。我伫你面前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咱伫要奉献进前，牧师去做一个
说明吼，咱周报内底有报告吼。蔡牧师论今日来到咱中间，除了受邀请来咱遮做陪练，嘛是代表教会广播社伫咱中间来做文字事工的请安。事实咱的文字事工是伫7月啦吼，所以咱提早。特别牧师爱鼓励咱来关心是安怎呢？就是讲，咱逐礼拜周报所业的迄个更新吼，就是广播社因用心编辑、印刷，逐礼拜送来到咱遮，咱业伫周报，互咱看，互咱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内底真侪感动人的故事吼。咱嘛，即礼拜开始，佮分享后一季咱的新眼光读经。咱即侪小组拢用读经，即个读经来咧做研习。即拢是文字事工的一部分。你若注意看吼，咱迄个读经手册，佮即个更新，咱毋免买哦，伊就业互你分互你毋过这钱要对倒位来？事实就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的奉献。所以咱今日即个文字主日吼，咱周报业即个奉献地，你若有受感动。你有对更新，有对即个咱的新眼光读经得到帮助，鼓励咱为着因来做奉献，吼。所以等于即个文字主日，咱甲分做3笔的奉献，一笔就是文字主日，就是印即个公报；第二，咱为着更新；第三，咱为着即个新眼光，吼。佫有当然佫有其他文字事工啦，吼。愿咱大家做伙有份，继续为着广播社的事工来祈祷。咱甲时间到啊，书会，咱们来做奉献。即时做伙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按照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来做报告，报告进前，咱来背本月金句，伫周报的上尾要按做伙来读。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受上主，世界甲顶里遐的万物嘛拢属于伊。诗篇24篇第1节，这是来报告。周报的第2页，后礼拜服侍的当天，主理是夏牧师，助理是王慧琪执事，其他的服侍当天，按大家来看。
咱来掀开周报的第4页，具体交通的部分。本会今仔日6月22号是蔡进德牧师培灵造就会，按伫拜5下暗，甲拜6下早甲下暗，拢有举行安尼培灵会，甲安尼同工的造就会。而且嘛特别感谢蔡牧师甲牧师娘，前来勉励甲造就阮，希望大家为着因的身体健康，甲因的双联教会美好的服侍，继续来带导。第2点，今仔日阿大牧师讲到是公报社文字传道奉献的主日，咱大家嘛继续为着即个重要的事工来带导甲奉献。第3点，按教会50许年安尼标语的票选的活动吼，咱是29号的截止，所以咱会当利用线上的投票。甲1楼，咱有一个投票箱，会当投出咱心目当中有感动的即个标语。咱嘛会进行抽奖吼，所以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第4点，本会伫8月10号会举行咱世教49年的新礼典，咱来受洗的兄弟嘛，请伫7月20号进前来报名吼。所以包含安尼成人洗礼、安尼健身礼、甲安尼细件的洗礼的部分，会当伫办公室报名。另外嘛，受洗的兄弟嘛要交恁的相片，互安尼办公室的干事。第5点，咱小会有修订公告，安尼富强教会中一个选举的办法吼，这按伫安尼第11页，咱有做一个公告吼。主要是咧针对咱40岁以下，咱教会遮优秀的青年，会当有机会参与中职安尼服侍的部分吼。伫即个选举办法内底吼，12页，咱有针对遮修订的即个条文，有特别用乌字，也是画底线来做一个说明吼。大家会当用即个时间，拨一个时间来看遮个修订的办法，即个部分。第2点，咱小会嘛有审查通过吼，正式公告咱新版的奖学金的办法。咱早期的奖学金拢是用伊的学习的成绩吼，即道咱有增加伊的聚会出席，甲伊的属灵的灵修的生活。甲你教会服侍的即个部分吼，拢有纳入咱奖学金的奖助的办法内底。嘛请大家当注意吼，咱会伫今年的8月就开始哦，新的学期的开始的时阵，咱会用安尼新的奖学金的办法，请大家会当来注意。第7点，咱伫7月16到20有举办的夏令营哦，天才好管家，而且嘛，感谢大家拢有关心。伫报名的部分吼，咱伫6月30日截止吼，所以爱用交钱报名完成，来做一个报名成功吼，所以大家嘛会当来注意。第8点，本会伫6月28号拜六按下暗7点有注意按周6的礼拜吼，且是今年按试办伫周6的这个礼拜青虫的部分，请大家兄弟。你若拄好迄礼拜无倒来做礼拜，嘛会当利用按拜六即个周6礼拜时间做伙来参加吼，嘛来关心咱即个青虫的部分的礼拜的进行。来看咱的周报的第6页，第11点的部分，咱后礼拜6月29号有移地祈祷的时间，请兄弟大家才会当来注意吼。其他按的门徒培育事工的部分，按的祷告的树，第2期即摆咧做邀稿吼，其他按的查经班，包含按的社区的书法班等等吼，按的事工的部分，请大家嘛关心。今仔日下晡按的门徒学校，嘛会做一个结业典礼吼，即嘛真感谢按的。苏龙长老甲咧同工伫即个门训的部分，咱真侪讲师，为着安尼门训的事工
来关心。咱来看咱的周报的第7页，双联团契礼安后礼拜月例会部分毛做主会。好，以上报告，那请牧师加来做一个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来做补充咱请导演片讲等于原来的迄个时间，我先来做介绍吼。咱今日真欢喜有新朋友来，中间有一位叫做尤大恒弟兄，尤大恒弟兄伫遮无？大恒，你老弟，欢迎你，欢迎你哈，欢迎大恒，欢迎你。咱嘛欢迎咱满族长老的公主啦，伫美国的仁伟傅仁郎伊璇甲2个囝儿来等来咱中间，咱请伊徛起来，咱甲伊欢迎，拍拍欢迎，好无？欢迎。好，请坐哈。咱真欢喜。咱牧师补充以前一个提醒吼，咱蔡牧师难得倒来，特别是主日啦所以小等下呢，咱要来翕一张纪念的相。所以这个足看爱请一个迄个会当翕全部的会友的翕相者来安排。咱若请同工中者会当摆一寡塑胶椅咱每礼拜刷进前，咱要来翕咱可能圣光队毋知需要刷位，我毋知影。咱看这位翕相师安怎甲咱指挥啦因为代表咱新年度50几年的开始通过蔡牧师伫咱中间咱要来翕一张总相特别邀请咱小等礼拜煞，咱落去楼骹啉一杯咖啡，搁留落来第2场。恁听一半，敢会感觉转去足毋甘的所以留落来听第4点、第5点、第6点，看蔡牧师要讲啥，若无听在足无彩咱欢迎咱大家留落来因为咱可能第2场会友会搁增加，所以咱尽量位甲坐好满位甲坐好满安尼。好，我搁补充1、2项啦头一个就是咱周报内底，咱的导演片内底有开始，甲咱教会要迎至50几年各种的事工印一个图片，咱会传互咱的各群主啦咱团知影讲，咱教会已经1、2冬开始咧热身即嘛是开始咧叮当就对，咱顶几礼拜有办迄个排球比赛对吧搁下半年嘛足侪活动，咱的蔡牧师来咱分享，就是一个安尼一个勉励、一个鼓励开始。咱有小组事工，有交谊，有敬拜赞美的造就会，有圣乐组的聚会搁有文宣的设计，搁有祈祷事工，搁有历史档案的整理，搁有艺体设备特别艺体设备牧师要先讲咱要庆祝50几年咱艺体要做一寡更新。毋是讲袂用一啦，咱感觉讲有一个新气象就对啦。啥物迎至50几年其中一个上大项的，就是咱进前地下室已经经过10几冬咱有做一寡整修，迄个门面更较水。要伫1楼，咱伫教育中心的1楼嘛，要整理一个更较水的一个即视觉意象，互咱伫内底活动加足好势安尼咱2楼迄个。中心的2楼嘛要做整修，互咱的基甸牧区来使用。那过来的事工可能咱要伫明年要到的时阵咱外墙嘛礼拜堂的外面要做一寡整理，甲清洁就对。这拢需要费用咱教会有开一个50几年的即个经费的奉献，欢迎咱大家做伙有份啦最后一项是即个50几年系列的活动一项，明年先以带状的就对啦。明年初开始有一寡历史的活动，到明年的8月16，大家记起来明年的8月16迄日，咱要举行50几年的感恩礼拜。迄天大家把时间留落来安尼这是咱目前50几年的事工啦当我要搁做一个补充，就是讲拄则咱即个龙太长老有报告讲，咱周报内底今仔日特别印即个中级改选的一个征收的办法，实在是无大改变啦。就是讲，咱要迎至50几年，咱要加速即个少年辈的同工加入的事项。因为咱可能少年人大家会友无完全熟悉，所以有点文字改做一个叫做
加强就对啦吼。讲咱5万每一摆选举，拢有40岁以下的执事加入伫即个事项。啊，毋是讲伊无咧事项就加入才有算啦。因为咱长老教会体制，若无受选执事，将来就无迄个年资通选长老。啊，所以咱伊来讲，提早来栽培，提早来培养，即个少年辈的同工，特别是教会体制内即款的领导者。啊，通后来慢慢啊进入到伫即个事奉的团队，啊，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部分，请咱大家三甲来有分吼。啊，搁一项就是咱顶礼拜有看过一遍，就是即个咱的奖学金吼。啊，因为奖学金即个规矩，可能有囡仔的人你较会注意啦，但是有一项真重要，咱以前是成绩若学期到啊，成绩单起来就会当申请奖学金，但是咱新的办法就是，你对8月开始，你参加礼拜、参加灵修服侍，这拢要有记录。啊，所以你有即个资料，你若无记录，啊，就袂当申请啊。所以咱请每一个家长也是本身吼，大家注意安怎配合，会当伫各方面来受到鼓励吼。那最后一个报告吼，就是咱母亲节相片已经洗好啊。啊，咱听日即位，你若有翕个。啊，咱人去申请来领吼，签名来领。年度标语咱报告了啊吼，有真侪人继续搁咧加这语言，这标语真好啦，多谢咱大家吼。搁这样天才好管家，搁祈祷的树咧收集这个见证吼。查经班欢迎大家来参加。无事搁最后一个报告就是讲，咱7月初6吼，后个月的7月初6，咱的总会要伫咱的教会举办一个叫做台湾教会史。新的教会史的一个发表会，谁会来咱富强呢？第一就是因为咱这个干事就是罗启明牧师啊，伊是咱教会长期的会友哦吼。所以今日来台南是咱长老教会历史的开始嘛。所以伫迄天的下晡1:30，就是讲第2场礼拜煞吼，第2场礼拜煞，咱通好伫遮继续煞落去做发表会，但是会办咱。伫教会办，伫咱的教会办，意思是讲，咱的会友爱较侪人来応援就对啦，鼓励咱会友留落来参加，因为即个咱今年都庆祝106周年对无？即个历史诚做咱真好的学习。迄天吼，迄个历史一本册嘛有打折就对啦。阮鼓励讲，咱同工兄弟来买来看，了解咱160年的历史吼。用安尼甲咱做提醒。最后一项就是讲，咱即马已经开始伫。分后一季的即个新眼光手册，咱若有要学习的，有要灵修的，会当到楼骹家己来领吼。咱暑假教大家足热吼，大家注意毋通去外口热着，因为即马内底的冷气甲外口的温度若超过5度，常常身体会受影响。请大家保重身体，嘛注意水电吼，冷气。电费记哩通关咱离教会聚会会当真顺遂安尼吼，用安尼甲咱报告，请会记哩，咱即阵要翕相，搁要请咱的即个志强长老吼，摕一个礼物，咱要来甲蔡牧师、牧师娘说多谢，请恁来头前一个好无？来，咱请牧师娘来，搁来志强长老，咱请翕相师准备哦，翕相师准备要来翕相哈，多谢。全景的是无？来，会当用全景就翕袂到，咱坐伫原位边迄壁架敢会当较晏来，较翕袂到哦吼。吼，咱遐翕袂到袂？翕袂到袂？3个都不行，对不对？3个都翕袂到袂？
圣歌队迄个对。那个麻烦圣歌队移动，还有旁边的那个在音控室那边的会友全部都集中过来。那走道也可以过来。然后我们上方的会友左右最两侧也请移中可以站着，因为你们左侧两边军人执事那边还有我们这边的会友，可以的话就过来这边，对，坐满。那边不要坐，因为那边你坐真的拍不进来，好不好？好，谢谢。嘿，我们过来那个音控的两侧不要坐人，圣歌队都进来。这边有没有塑胶椅子可以坐啊？塑胶椅子不要。没，因为我们只是临时拍一下，我们没有时间安排座椅了，站着就可以了。嘿，坐着也可以。好，麻烦大家。好哦，那我们先拍一张正式的。那个，不好意思。我的左边啊，只有到那个花长老那边而已。如果不移动，拍不进来那就不管了。到那个龙泰哥那边而已。因为时间有限。再过去我就拍不到了。然后那个，来小心，来哦，没有办法入境的就不勉强了。我已经跟他讲了，两侧请都集中，走道也可以，这边走道很空。那个，好哦，两侧没关系。如果说那个我拍第一次没有进去，我等一下会用全景的方式再拍一次。哦，我们两种方式都试试看。然后建议拍照的时候，大家口罩可以先拿掉，那不方便拿的没关系，哈。好，等一下哦，你们走道不要。好，来，好，我们看前面，好，1、2、3，好。比爱心，比赞，好，等一下，他还要拍全景的，先让我们摄影师先看一下，看大家拍的美不美，神有没有同在？没有。好，等一下哦，来，我们专心看前面哦，来，眼睛不要戴，来，好，不要动。全景的时候我这样子扫过来，哦，那我扫这边的时候，你们可以，对，好。来，1、2、3，1、2、3。OK。好，谢谢。各位兄弟，礼拜还袂刷哦，礼拜还袂刷，还袂足倒的啊，袂使走哦。咱除了这个全景的照片以外咱这场人较济，咱礼拜刷，咱请中集来甲蔡牧师迄张纪念相，好无？他请留下中集首长拢会让留落来多谢。会场请起立，来唱上因的诗歌。信息第388首，因讲归信拜上帝。上因说，请合牧师来接导。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感恩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闭会。
好，按第一摆到遮吼，按大家互相，按边仔会友大家请安。请按呢丢了甲技术，来甲